老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招闻。讲新闻老台语，过来话大小事咱位头来讲起。讲到下礼拜日就是五日节，俗语咧讲4月初8落到五日节，这个意思是讲望景雨、黄霜雨落到五日节就告一段落。即系讲五日节前风大雨也连，也袂食五日节粽破油唔敢放，代表讲晒热天就到啊，网虫会较高。所以五日节一寡民间的风俗，像讲的挂香草、挂香包，会当讲是古早一款消毒清洁的方式。讲新闻老台语，时间到主播陈英伟。讲新闻老台语，过来话大小事咱位头来讲起。大家好，我是陈英伟。下礼拜二就是这五日节，你敢知这五日节有啥物款传统的风俗？另外想要伫五日节来解温，今仔日提供给大家一寡方法。第一张图咱来看卖，讲到这五日节咯，时间就是伫下礼拜二新历6月初3，就是旧历5月初5。五日节有人叫做是5月节，嘛有人叫做是肉粽节。讲到这肉粽节，来看卖，这个时阵天气变化还是遮尔大。所以呢，有一寡台语的俗语。第一个来看卖，就是袂食五日节粽，破油唔通放。这油是啥物呢？油就是寒天穿较厚的这衫。这时阵温度变化遮尔大，所以建议民众莫甲这破油先收起来。第二个来看卖，就是五日节进前风大雨袂停。来看卖，这时阵拄啊好，就是这望景雨甲黄霜雨结束的时阵，天气是又搁淡又搁湿，所以讲到这时阵，就是当白度甲天高热流行的时阵，所以这个时阵天气变化也是遮尔大，所以呢，这个时阵有真侪虫甲蚊仔，所以大家都会用这香草来赶走这虫甲蚊仔。好来看卖，讲到这五日节的时阵，有一寡传统的风俗。第一来看卖，就是大家拢知影爱食这肉粽，啊，毋过你敢知影为什么爱食肉粽呢？讲到这肉粽哦，就是这屈原迄个时阵跳入这河内底，真侪民众为着保护这屈原的尸体，所以就甲这肉粽赶快嘛等入这河内底。这时阵呢，就互这鱼仔甲鱼仔食这肉粽。卖食这屈原的尸体，最后就变做食肉粽的这由来。好，第二个来看卖，就是白这龙船，赶快嘛是真侪民众为着保护这屈原，为着找这屈原的尸体，所以伫河顶面踅来踅去，最后就变做这白龙船的这活动。第三个看卖，讲到迄个时阵有真侪虫、真侪蚊仔，所以得挂这香草。另外除了挂香草以外，嘛人挂这个香笛啊。这香笛啊，嘛有人叫做是花芳，共款内底放一寡芳芳的物件，甲这虫甲蚊仔拢总赶走。好，第五个来看卖，就是徛卵，徛卵的，就是伫中昼12点的时阵，迄天若是甲这卵徛起来，就代表一年的运势拢会真好。好，上尾一来看卖，就是这五时水，讲到这五日节中昼12点，就是迄天，就是一年内底这个阳气上旺的时阵，就是即天，若是用这五时水来洗身躯，也是啉落去，就会当互咱的运势嘛变了搁较好。好，讲到爱改变这命运，改变这运势，来看卖五日节有一寡开运的方法。第一来看卖，就是互这日头照入去这厝内底，时间就是伫中昼11点到1点左右。这时阵呢，因为咱拄则讲到这五日节中昼12点左右，都是阳气上旺的时阵。这时阵若是甲咱厝内底窗仔门拢总拍互开，互这日头射入去这厝内底，这时阵会当互咱厝内底命运拢总变了搁较好，会当甲歹运拢总赶走。第二来看卖，就是五时水会当互咱的厝内底这运势，会当有一寡改变。这时阵若是用这个香草，由这内底向这外口来用这五时水，会当互这厝内底运势变了搁较旺。第三来看卖，就是五时水，会当来洗身躯。这时阵用这香草，啊个这饮用水，而且呢温度听讲爱用40度以上是上好、上有效果的。这时阵会当来转运。第四来看卖，就是爱食这肉粽。食这肉粽呢，因为这华语内底叫做红枣，这枣种代表枣种，就代表会当得状元，考试会当更较顺利。上尾一个来看卖，就是这发财水。想要做这发财水，要安怎做咧？会当准备这银角啦，168块，还是268块，放入去这五时水内底。另外放伫倒位咧，放伫厝内底这财位的这方向，会当互咱的财运旺旺来。好，这就是一寡五日节开运的方法，提供给大家做回来参考。买提早祝大家五日节快乐。这就是今仔日老台语讲新闻的时间。